再来看台湾的木姓骨选手林旭廷拼入金牌战，一路行来这性别议题是吵吵闹闹，即马阁弯起到联合国，这罗西亚代表甚至阁暗示讲林旭廷根本就是查甫的。咱行政院长杜永泰嘛强调，咱全国的台湾人拢是林旭廷的靠山。等待比赛过后，就要对国际木姓骨总会提出告诉。 全国都当淋雨，然后这个全国拢是后盾，杜永泰大力在题目受到性别议题干扰，同款强势晋级巴黎奥运女子木姓骨金牌战的林旭廷，但就算国际奥会真侪摆强调林旭廷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是女性资格无问题，国际群众同款一直甲两个人，罗西亚官员嘛加入战局，争议烧到联合国安理会。Женщины-боксеры публично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насил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атлетов, которые ранее провалили гормональный тес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окса. И по ее мнению, да 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здравым смыслом, являются мужчинами. السيدة الآنسة إيمان خليف ولدت أنثى عاشت طفولتها بنتا يافعة 罗亚两个官员伫安理会是直接交锋，咱的外交部是大骂罗西亚是恶意在暗示林旭廷，想要用政治力来影响奥运的比赛。 充分凸显俄罗斯无视国际规则及公理正义，意图以政治力影响奥运赛事以及蛮横的恶劣本质。外交部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体育署是研究比赛了后，和选手、律师和国际奥会会上讨论，看怎采取对国际群众进一步提告。其实，伫国际群众初五开记者会，批判林旭廷的资格进前，中华奥会初时就委托律师向国际群众发出警告批，提起逼出选手个人的医疗文书和资讯。 会影响选手的权益和声誉，嘛违反欧盟个人资料保护法，必要的时阵会去提告。记者综合报道。